看後面一片哈，這個我們的蓮潭公園啊，蓮潭滯洪池很漂亮哈啊！大家市府特別選在這個景點哈，搭建這個活動中心，讓一個多功能的方式哦，給我們的鄉親能夠使用，而且建築上哈搭建得非常完美。這個花了5000多萬啊，由中央補助1600多萬，其他的由市府自籌哈，也在經費拮據的範圍內哈。市政府能夠找出這一塊土地，又用了這些錢哦，來讓我們的鄉親能夠多功能使用。像是1樓我們將來要做收銀中心，而2樓這邊就是由我們社區使用哈，有大禮堂啊，也有廚房啊，還有就是各種多功能的方向哈，來給大家來完善。是我們從108年開始，我們就開始去做努力跟規劃，到今天115年1月份開始落成，所以這中間呢，我們大概經歷了6年多7年的時間，才等來這一座。那這當中呢，當然會遇到一些困難，所以就是市政府也有幫忙，還有我們的林志展副議長也有幫忙，所以這一座的里民活動中心不是單純只有里民活動中心，我們樓下1樓是0到2歲的公托教育，因為現在這邊住的是非常多的南科的工程師新貴，他們的孩子其實很多都找不到保姆可以做安置，所以我们當初的設想規劃是想說，讓年輕的工程師在這裡能夠安居樂業。蓮潭里的活動中心是坐落在蓮潭公園的東北角。蓮潭公園是一座滯洪池，設置這個滯洪池的目的呢，是為了就是要疏洪，就是大雨的時候能夠蓄洪的一些作用。所以在這邊呢，里民常常就是每天早上跟下午都會有人來這邊運動。公園的旁邊再坐落這一座美輪美奐的一個里民活動中心，其實除了讓民眾可以歇歇腳以外，然後接下來就是未來我們大概下個禮拜開始，我們就會跟成大團隊做合作，那會有一系列的講座來提供給所有的里民來做服務，這樣子。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3、2、1，請剪彩。來，掌聲鼓勵，讓咱未來攏會當一切順利，一切平安。因為黃國哲市長進來，伊對於里民活動中心非常的認真支持推動吼，非常感謝咱議員吼，會當共同支持這個經費。市長進來已經攏有68座的活動中心重建，閣有迄個整修啦吼，新的部分29座，所以伊進來到今年年底吼，會當完成，閣差10座嘞吼。所以其他的部分就是講有的規劃中啦吼，所以這個活動中心起來了遮水，希望講里長好了用啦，周遭環境都整理得都非常的漂亮。內底設施市政這邊遮阮會盡量來甲配合好勢，最後希望講里民會當多多使用吼，你包括講迄個辦理活動還是研習啦吼，包括講迄個研習的課程，我那有。老百姓盡量咧，市民都盡量咧使用。了是近期歡迎收看1月30號的中嘉台南電視新聞。台南市鐵路地下化工程佮再創一項重要的里程碑。上午的交通部長佮台南市長等貴賓的見證，全線軌道正式結合，嘛向前都市縫合以及地上軌道佮地下化軌道正式連接。交通部長陳世凱再次強調，工程如期如期，在今年底達成第1階段落地通車的目標。台南鐵路地下化對總統賴清德帶領市長期間就開始推動，經過用地取得、古蹟保存以及複雜的地質等時間的波折甲挑戰。30號，交通部長陳世凱臨來第3擺來到工地，甲市長吳偉徹等貴賓共同來關心，除了再次將地下化工程透過媒體向市民報告現況，讓大家感受每一個階段無同的變化。上午工程更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因為全線的軌道將正式結合。台南鐵路地下化工程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哈，就是我們的鋼軌要來結合。我們的鋼軌最後結合階段在今天就要來完成。這個鋼軌結合的意義對台南市來說，就是我們都市縫合的開始。
那我們這個重要的里程碑完成之後，因為市長也很關心，台南的市民大家也都很關心，尤其是賴總統跟卓院長也一直希望我們要趕快完成台南市民的期待，所以我們在今天的鋼軌這個密合之後，我們會加緊趕工，我們會趕在今年的年底之前，讓台南的鐵路地下化正式通車。鐵路地下化經歷多少波折，那現在終於能夠在2026年的時候能夠拼這個通車，那所以說總統也非常關心這個事情，然後市民朋友們更是翹首期盼，希望能縫合這個台南的這個都市，也能夠讓鐵路運行更加順暢。那我們知道台南是6都中間最後一個完成鐵路立體化的一個城市，所以呢，我們責無旁貸，一定要如期如質的期待，如期如質的完工。台南鐵路地下化持續推進，佇完成軌道結合的歷史時刻，嘛向前被分割都市將正式縫合，並邁入新的階段。包括電機、電車以及核子等工程陸續展開。部長佇會中嘛再次強調，全力推動第一階段核心工程年底如期如質完成的目標。後續林新站甲南台南站預計佇118年9月以及119年9月完工啟用。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為了感謝過年期間無放假遊玩需要守護市民安全的軍方甲警消人員，台南市會30號舉辦春節聯合慰問，包括議長柯立里等這議員攏踴躍出席，向當年守護民眾安全的幕後英雄表達敬意，並致敬慰問金。春節是國人上重要傳統節日，也代表着團圓甲祝福。不過，在民眾合家團圓時刻，煞有真儕軍警小同仁犧牲甲出來人上過時間，徛佇咧第一線，守護國家甲社會安全。因此，台南市議會特別辦理守護台灣、感謝有你軍警小春節聯合慰問活動，向軍警小英雄表達感謝甲敬意。春節是我國最重要的傳統節日，象徵着團圓與祝福。那當多數民眾忙於返家團圓、歡喜迎新的時候，我們的軍警消兄弟姐妹們卻犧牲與家人相聚的時光，全年無休地堅守在第一線，以高度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守護國家與社會的安全，讓市民朋友能安心迎接一個祥和的新年。那我們今天舉辦這個慰問活動，正是要向各位表達台南市議會最誠摯的關懷和最高的謝意跟敬意。那我謹代表台南市議會的全體議員，向所有辛勞付出的軍警消同仁，以及義消、義警、義交、義警等協助的夥伴，致上由衷的感謝。我們受警單位包含陸軍炮兵指揮部、陸軍航空基地勤務場、陸軍第8軍團54工兵群、空軍保指部、空軍防空794旅、警察局各分局以及消防局所屬單位、義消總隊、義消救生中隊等23個單位。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台南市南區白沙社區活動中心在113年底進行內進補強，原本設定1500多萬，中央補助200萬，市府算1300萬，不過開獎1000萬的結果，只有整修外牆，便所甲壁岩攏無處理，嘛引起議員林美妍不滿，要求市府相關單位來會勘，要求室內設備也是要變經費整修。位於南區鹽埕路的白雪社區活動中心，雖然外觀看起來真新，不過卻是一棟40-50棟的建築物。該活動中心在民國113年設定做內政補強，有着衛福部補助200萬，市府社會局配合款1300多萬，一直到去年中來完工驗收。不過只敢做外牆的開窗、剪力牆的補強。內觀的廁所甲啲壁岩卻攏無處理，引發議員林美妍的不滿。上午邀請了相關單位來會勘。
白雪社區活動中心正好位在鹽埕的中心點，很多老人家都這個使用率非常的高，偏高。那既然要就是安全，就是節後的一個安全的，我們在做一個改善之外，我們也希望在座裡面能夠做個修繕，完整的空間，把這個社區活動中心能夠活化起來。但是在114年的時候，就是整個結構完成以後，我們發現既然裡面的修繕完全都沒有做，讓我們覺得很多的一些長者市民都覺得說這個落差太大了。雖然我們看到是1樓是有做部分的一個修繕，但是從2樓、3樓完全都沒有動，像廢墟一樣。所以我們期待了整個就是錢要花在刀口上，而且要一次到位，1300多萬，我們不希望成為水漂。議員表示，市府開了上千萬，結果只敢做外牆的內政補牆，內面的廁所甚至連門都無，加上當初還有剩餘款200多萬被收回。議員批評，為何未用起來做室內的修繕？批評根本是無想要讓里民來使用。我們很期待1000多萬，你把這個所在想來這裡當使用啊，但是我們有看到。在一開始動工的時候，秋修禮拜前做的時陣，我們的理事長講我們只是做外牆，裡面我們都完全不懂，我們不動它，我們才會緊張啊。200多萬，你就讓它繳付，你擺明就是要還原嘛，你擺明就是你其他你講外口搞要偽裝嘛，你來解決不能會處理嘛。叫我們專案提報，我們有資料。那一天他有在場啊，議座有在場。如果說要講這個，那時候去年的部分連發包都還沒有發包，那個 timing 很重要。那時候我們根本不知道會有什麼節育管，我們有跟他建議我們社會局對工程不是專業的。主持單位是社會局，因為是社區活動中心。包括我們的江副市長有特別說，請我來了解。看看回去怎麼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處理。當然，重點還是在經費啦。對此，市府社會局承辦人員表示，剩餘款被收回是因為使用的科目無同，加上200萬以上，愛的新興的項目編列有算。對此，民政甲社會局嘛表示，將召回建議，預計以分年甲分老站來改善。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台灣有中心每個月第一個禮拜六都會發送愛心便當來照顧弱勢。最近因為菜頭大出，所以服務處特別採收一大批菜頭分送給民眾。同時嘛，請志工媽媽煮一鼎香公公的菜頭糜來分享，場面相當溫馨。5點就來啊，昨天就要備料啊呢。昨天備料備一整天。規工安尼哦。市灣陽中心服務處的志工媽媽，30日一透早5點也未到就起床，來到服務處無閒咧煮糜，而糜內底主角是來自農民好朋友陳朝明的菜頭園大豐收所來。服務處除了將白玉蘿蔔發送給民眾，也特別料理出2000碗菜頭糜，給民眾排隊領取。我的好朋友陳朝明菜頭園白玉蘿蔔大豐收通知叫我去採收啦採收回來分享給大家拄我佮再來煮着這個菜頭糜來分享咱大家啦發放的對象無限制，只要你若來一個人就當領2碗，所以咱固定過去若高麗菜大豐收，咱就煮高麗菜糜佮大家分享進菜頭大豐收，所以就煮菜頭糜佮大家分享。這個愛心的工作，咱陽忠城服務處每個月持續都在做啦包括咱每個月第一禮拜六愛心便當跟物資的發放，也都持續每個月都在做所以希望會當引起咱社會的共鳴大家共同來參與這個好事。一碗碗燒燙燙香公公菜頭糜，不只是吃溫飽，更是對着農民實際相挺。市灣陽中心用行動串起農民、志工甲市民的情感，也讓這份來自土地回饋，在寒冷的冬天持續傳達溫暖。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在這。
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因為不忍心看到一群獨居長輩住在老舊的社區環境，所以樂利社區理事長堅持做了18檔的送餐甲關懷。不過嘛，意外發現在這群老人當中，有一位79歲阿嬤也真勇敢，都來當家己料理、家己整頓果園，閣使人懷念就是伊所煮的茶葉蛋、香公公閣入味，做回來了解伊獨居的人生。為了驚社區的孤單老人無人照顧，所以樂利社區不時攏用志工來關心、送溫暖，甚至已經連續18檔來送3頓。不過，在這群長輩當中，有一位79歲金香阿嬤，身體也真勇敢。自細漢讀鹽，嘛捌跟棺木的工作，予伊相當驕傲。到今骹腿攏真有力，曾經做過多姿賽菜卡，所以各種的料理對伊嘛攏輕輕鬆鬆。一道古早味的金瓜米粉，就是請人客拿手菜。另外，厝邊有老人魚仔，嘛請伊鬥煎，予伊的灶骹總是香公公。另外，互食過攏懷念的，就是伊家己研究已經做30檔的茶葉蛋，對選卵到滷味的完美步驟，每一步攏是獨家的秘訣，甚至堅持每一粒卵都用小火焢2工才入味，煮出互大家攏學落家的特質。愛做牛的，愛炒米粉，愛滷茶蛋，人若煩惱就買，是哪油啦？人若煩惱買幾百粒，伊就滷賣人安尼，對，愛滷油啦，好食啦。阿姆有時候也會給我那個他自己炊煮的這個茶葉蛋，那吃起來呢，真的是跟外面的非常的不一樣，因為它是非常的有愛心。大家食啊茶葉蛋攏掉咧，攏會過來買，過來煩惱，攏來到遮宰，我也袂用催賣啦。阿嬤除了煮食的好功夫，嘛將原本雜草生甲滿滿時的空地開闢成菜園，種了韭菜、香菜等各種的蔬果，寡人嘛有草莓，甲生甲滿滿，會當擺無過。而且無農藥，現辦地當現煮。阿嬤雖然無奈一人生活，毋過會曉家己照顧家己，甚至閣有法度分享予厝邊隔壁，減輕社會負擔，嘛成為在地老化上好的示範。將生活都家己母教啊，食教啊，身體家己顧好啊。因早暗愛穿寒番咧寒死，熱番就熱啊，愛家己顧身體啊。食老若閣較老煩，這骹手啊毋通中風就好啊，對無？好較好，手目睭有當看，愛來對來對遊覽嘛，對人來佚佗，哪像地熟熟到滿。這樣的一個老人家，他可以有他自己的養生之道，還有他自己的運動方式，他的工作模式，而且老人家幫助老人家，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模式，這就是一個真正的在地老化。在地生活的一個最佳模式。雖然阿嬤住的環境老舊，毋過一人顧好身體，自由自在，歡喜享受美好的人生。台南新聞管子採訪報道。迎接過年，水高社文化園區的文化季加貫村年會大家佇30號登場，會中結合貫村創意市集加社區的導覽，相當的熱鬧。歡迎市民朋友做回來行行踅踅，一擺來將年會傳遍遍。由南區民德里辦公處甲社區發展協會共同主辦的水高社貫村年會大家，上午佇個志凱國小熱烈的固定表演。為活動來揭開序幕，包括副市長蔣玲煌、南區的區長、里長以及多位的議員民意代表，攏到場出席，場面熱烈。今天非常榮幸能代表黃偉的市長來參加我們水交社2026年文化季，還有我們建村的年貨大街。
我們都知道最近時常都有聯絡大街的這個展出，但是我們水交社的聯絡大街有一個特色，它只有我們有這個傳統的歷史，所以它這個的聯絡有特別的特殊的意義，還有很多的特色美食都在這裡，所以大家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呢，尤其過年期間，大家都需要買年貨，那個我們水交社聯絡大街是首選。裡面有各省份的這個美食都在這裡，也有台灣的美食，所以也希望說我們市民朋友大家能把握機會來我們水交社走走逛逛啊！在這裡祝大家新的一年順心如意，馬上發財，馬上有錢。水交社文化園區因為過去屬於空軍的眷村，身在着真深的歷史基地，這間文化櫃以着水交社重要的地景。桂子山為背景，串聯周邊的自然景觀，甲着人文的建築。活動現場規劃了眷村年會大街，總共有900個單位，收集了正港的眷村美食，有煙腸、臘肉、傳統的年會頂，讓民眾唔免四界走蹤，就用個佇遮一道買齊過年所需要的物品，重溫過去眷村過年的熱鬧氣氛。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因為電影《大夢》的票房長紅，話題不斷，所以台南市文化局特別推出限定活動，邀請大家加入華內影視基地來看實際片場，同時了解電影背後的秘密。根據統計，這座基地至今為地方創造超過2億元的經濟效益。而且行政院在未來4檔也閣要投入16億800萬，希望在118年對外營運。2025台灣上受到好評的電影《大夢》票房破億，也閣得到第62屆金馬獎5項大獎。劇中的拍片場景就佇咧華內影視基地，文化局特別推出限定活動，讓觀眾唔那是看電影場景，更會當進一步認捌基地作為專業影視拍片場戲的角色甲功能。你看到的不是說好像有點像哈利波特影城式的那種設施型的場景。其實反而比較像是說，如何在真實的片場，你看到的只有也許是30%，可是在電影之中呈現的卻是100%的情境感。我們會設定一些有趣的梗，一些 NPC。好，那如果看過電影的人就大概知道說，比如說有飛賊啊，有這個炸油條的老闆。照着實際參訪，希望讓大家理解片場的工課性質加產業結搭，進一步深化對影視政策加產業發展。文化局目前透過招商加速影視基地建設。行政院嘛擬定2階段發展計劃，投入16億經費支持，各界攏正期待會當擴大效應。公共建設跟劇組的拍攝一直同步在賽跑，好，那也請大家給我們一點時間，好，我們一定會呈現最好的狀態來跟大家見面。今年應該還有預計還有2檔的劇組會上映。華內影視基地是台灣頭一座由中央甲地方政府合作發展的國家級影視基地，經濟劇組來拍片。親像是蘇卡羅、嘉慶君遊台灣、無車來去等等，也閣摕到金馬獎、金鐘獎的佳績，後續至少為地方創造超過2.1億的經濟效益。也毋過就現階段也未當對外營運，有計愛等到118年才當開放。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台南有美食之都加眾神之都的稱號，對此台南市美術館在過年前特別推出領導攏安怎辦對產道到新道的藝術展覽。透過展覽要傳染民眾重新認識，包括飲食文化加民間信仰等屬於互相的生活美學。電氣神將精彩的表演炒熱現場氣氛。台南可以說是眾神之都，要如何祭拜與日常生活中的飲食大有關係。台南市美術館領導攏安怎辦以辦桌拼盤為靈感，聚集藝術、工藝與宮廟文物，打造如同文化饗宴般的展覽場域。從餐桌到神桌，有很多的一些故事，或者是一些概念，甚至一些傳統。
是可以值得透過展覽的一個方式來進行轉譯。特別嘗試了一種新的方法，就是把藝術、當代藝術跟我們的宮廟博物館的這樣的一個文物，以及呢跟我們的文創商品的 IP 做了3條線、3種方法的這樣的一個組合。展區中融入了廟口文化與在地小吃，呈現信徒與飲食形塑的城市風景，連神明的形象也透過 IP 設計有了新的樣貌。台灣府城隍廟則是與藝術家合作，進行香火現地創作，以城隍爺的神衣神帽為靈感，繪製台南意象。這城市內底古蹟啊，還是伊個水文啊，伊攏來呈現你這個圖像，要讓人知影，像一個城隍的等於一個城主的概念嘛。另外最吸引人的還有百尊虎爺，將教台化身主舞台，展出不同廟宇、不同年代的虎爺，其中更有高達160多歲，來自清朝的虎爺。那虎爺呢，其實他不是跟高高在上的神明不太一樣，他就是在廟桌下面，他就是最貼近我們的生活，他默默的呢就在守護着鄉里，守護着神明。台南晶英酒店也有推出這個虎爺招財宴，在農曆的初3到初6推出，歡迎大家來品嘗。飯店業者也順勢推出招財宴，有虎爺愛吃的炸雞掛包、雞蛋做成的雞蛋布丁，還有6福拼盤、豬腳、魚翅羹等等，在農曆年節期間限定登場。記者蘇懷談的報道。感謝收看1月30日中嘉台南電新聞，我是顧文杰，咱再會。你聽過只差確認嗎？交通部於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運輸業駕駛人應落實路口停讓行人，並要求大客車駕駛人於路口要執行只差確認。另外，大貨車駕駛人也於113年8月擴大響應，轉彎暫停，安全再行運動。大型車輛路口應停讓，只差確認，安全有保障。阿媽你好，我是來跟你送消防平安的，這是阮厝內24點鐘的保鏢。伫第一個時間，伊會當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同款，互咱知影講哦，隔壁有狀況發生。助警器有分偵煙室與定溫室，分別裝置於居家的不同環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預警防線，安裝完成，按鍵測試，它將成為居家的守護者。安裝助警器，5增5保庇哦。1號選手出場，信心十足。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2號選手考場練習，看起來有些緊張。是過關了嗎？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代考區2人組第3次報考。這次如果真沒有考過，我就不要考了。我有辦法。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現在報名還有補助哦。好帥哦！新車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哦，你不知道嗎？微型電動2輪車要懸掛牌照、投保強制險，還要你滿14歲，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麼啊？有這麼多規定哦？沒錯，微型電動2輪車需經審驗合格、領用及懸掛牌照，並投保強制險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車交通安全規則，不超速、不雙載、不酒駕、不擅自改裝，違反者將處最高5400元罰鍰哦。這麼嚴重啊！還不趕快去辦理？我馬上去。微型電動2輪車掛牌投保，滿14歲缺一不可。內政部警政署提醒您。又有人上當了，有錢要進來了。
只要你敢領，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會那麼嚴重啊。打詐新4法上路，嚴審詐欺犯，騙越多關越久，最多關12年，最重罰3億元，提高假釋門檻，犯3次不得假釋。要讓詐騙集團想騙的不敢騙，已經騙的會被抓，騙到的沒得花。守護詐騙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協助，有疑慮就打165，讓政府來幫你。打詐新4法，加重刑罰，共同打詐。公務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權，做成行政處分。